Hi， 我係 Minnie， 今集帶大家睇下 WebTrade 入邊另一個好多用戶都會用得到嘅功能，呢個就係社區。首先撳左手邊嘅社區，入去之後就會見到社區討論區，呢一度提供咗一個交流互動嘅平台，用戶之間咧可以喺呢一度分享觀點、交流經驗，亦都可以參與社區討論。如果平時交易嗰陣有啲諗法想記低，或者係想睇其他人對市場嘅睇法，都可以透過社區功能嚟到互動。社區入邊仲有一個幾實用嘅小功能，訂單分享。如果想將自己嘅交易記錄 share 到去社區，首先撳左下角一個加號嘅掣，然後選擇分享訂單，系統咧就會自動帶出賬戶嘅歷史訂單記錄。如果想分享訂單之後，再撳右邊分享呢個掣，系統咧就會自動生成一張訂單分享卡片，入邊會顯示交易產品、入場價格、平倉價格同埋虧盈結果。確認之後就可以直接分享到社區，咁其他用戶咧都可以睇得到你嘅交易記錄同埋交易成果。除咗社區交流之外咧，WebTrade 入邊仲有一個好多用戶每日都會留意到嘅功能，呢個就係 JCTV。喺交易頁面嘅右下角就可以見到 JCTV 嘅直播專區，每日都會有直播內容嘅更新。老師咧會針對當日嘅市場動態同埋走勢進行一個分析同埋分享，等大家睇盤嗰陣時都可以同步獲得更多市場嘅資訊。目前咧平台提供咗3個直播時段，亞盤直播北京時間係上晝11點到下晝1點，歐盤直播係北京時間下晝3點到5點，美盤直播係北京時間晚上8點到10點。無論你平時習慣留意邊一個交易時段，都可以按照自己嘅時間嚟到安排同埋觀看。如果錯過咗直播，亦都可以留意平台之後更新嘅內容。整體嚟講咧，社區功能提供咗一個交流互動嘅平台。JCTV 咧就提供每日固定直播內容，等大家除咗自己睇盤之外咧，亦都可以獲得更多市場資訊同埋觀點參考。咁樣就完成 WebTrade 社區功能嘅介紹。下一集我哋繼續帶大家認識更多嘅功能。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